高雄小港有一栋新起的大楼，防指控讲施工害厝边的地基塌落去，地下室漏水。经过土木技术工会鉴定，判定零损，建设公司赔224万。不过建商摕到建照了后，煞翻头去告一寡厝边，因讲厝边不当地理。 住户甲干仔放入涂骹，虽然去较低的所在证明地面是起的，表顶嘛有明显壁损，不过几下届还是阁出现。住户指控自民国108年11月开始，边仔咧起大楼的时，就发现因公寓的壁开始下水，逼开地站啊塌落。后续甲台湾建设协调同意透过台中市土木技术工会鉴定事解，确实有损害。建商嘛依法赔偿征收含法定价的4项费用，计共224万，做竞选颠倒，互建商各不当得利。 既然你不承认的话，为什么当初你不直接诉诸法律，由法院呢去判说，这个合意书无效，这个鉴定无效，而是在你取得使用执照之后，你反告我这12位所有权人。 最后代表讲，这个案件因为原地互市府立管，建商解除立管后，摕到建照就起背面得到检告，还附近10户12个房屋所有权人封告。因讲当初时就已经找公证单位鉴定，即马煞无要承认，搁另外找无经过双方同意的单位来检验。创下台湾建商史上第一个有人家零损之后又告人家的。 建商到打无接受采访，敢若透过文字声明表示，建案地下室施工3年外，未因为地质的问题损害边仔徛家，而且台湾省土木技术工会嘛鉴定无共损害，边仔徛家真侪拢是已经要40年的老公寓，嘛违法征设防火巷，说由原要甲因公司讨赔偿，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等待判决，嘛强调若有损害公司名誉，会依法维护权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